大家好，一個全新關於生活智慧、內在成長嘅平台今日誕生。我叫做 Raymond，我係 Susanna，大家好。係啦，咁我哋個平台最主要咧就係分享一啲生活上邊嘅小智慧、營養嘅健康，點樣幫助個人響內在成長。呢個就係我哋成立呢個平台嘅目的。日後仲有好多資訊性嘅嘢為大家分享嘅，歡迎大家撳下邊呢個鐘仔關注我哋，咁我哋會不斷咁樣去分享。係啦，仲有提大家，今日4點鐘我哋有一個大腦健康嘅營養嘅講座。咁呢個講座已經係之前做咗9次實體嘅，今次第10場，第一次係 online 同大家見面，咁就作為我哋呢一個 channel 第一個直播嘅片。今次仲有一啲海外嘅朋友仔會參加，所以大家敬請期待，應間4點鐘同大家見。